今仔要唱的诗歌507首。啊，因为咱拢毋捌唱过，我毋知影，我毋知大家有唱过吼。507首，可能大家还阁真生疏吼，所以咱家即条诗歌，咱请苏琴，咱先甲咱弹一摆吼，咱大家稍微知道一下。一起来背来，耶稣向求主比较好帮咱啦，属乎所有水叫一地人靠他，水前仰我相卡，偷偷比的啦，耶稣向求主比较好帮，从头来，耶稣向求主比较好帮咱啦，属乎所有水。来，咱伫第30个所在吼，洗清验亚仙吼，洗清亚仙上骹，即个所在救外岛的人，即个所在咱来练即个所在。预备来，洗清亚仙上骹，救外岛的，好，再一次预备来，洗清亚仙上骹，救外岛的人，接下来。耶稣向求主比较好，从头来。耶稣向求主比较好帮咱啦，属乎所有水叫一地人靠他，水前仰我相卡，救我的人。耶稣向求主比较好帮咱啦。嘛，咱每一个人同款吼。用耶稣的听，咱来帮助人。咱过来唱一条诗歌，619首。这条歌咱以前拢有唱过，只是讲伊的节奏较特别。好，咱来唱一条诗歌。那个唱这条时候，有一种，那个老师可以共构哈，那个感觉，那个味道就会出来哈。真好哈，好，咱这个时阵来准备敬拜。咱三个来祈祷。是阮的主上帝，你是阮天顶的大老爸，亲像耶稣所讲。主耶稣教导我们说，你们每当祷告的时候，就这样祷告说：“我们在天上的父。”阮知阮每一个人。除了伫家庭内面有一个老爸疼阮，也阁有一个创造生命的大老爸伫天顶悬悬的所在，阁伫阮的心内伫咧陪伴。我们的父上帝啊，谢谢你，也在上帝的本性里面，让我们看见上帝的本性也充满了母亲的形象。我们谢谢你。上帝就像母亲一样，养育我们、支持我们、保护我们。上帝亲像老母一般，用无限的疼、无条件的疼，直直对伊的囝儿伫咧付出。
甚至找伊的独生囝耶稣进入伫即世间，担当阮所有的软症，担当阮所有的过犯。上帝啊，父亲的爱以及母性的爱，充满了在这个宇宙当中。特别，不管是不是基督徒，是不是犹太人，我们都从你那里领受这样的爱，充沛的爱。但是不是每一个儿女都能够感谢他的父母亲。就像这样，不是每一个人都懂得回来，把感恩跟赞美献给我们的造物主上帝。今仔日我用欢喜的心，上帝予阮每一个人有一个妈妈，然后阮伫这个妈妈节，阮多谢妈妈的疼，多谢妈妈对阮一世人的保护，予阮会当安然大汉。阮即摆已经中大成人，我们也要成为有父亲的形象，也有母亲爱的形象。盼望我们一代传一代，用十字架上的爱，用十字架去疼阮身边的人。耶稣予阮最后阁上丰富的交代，恁就亲像我怎样疼恁去疼所有的人。我们在这里永福教会，希望我们真的能够用信仰来建立一间爱的大家庭。我们都很软弱，但是我们愿意把我们仰望在你的手中。今仔日，我用欢喜的心，甲所有的同工，无论用什么款的角度，伫遮伫咧吟诗唱歌，伫遮咧诗会，伫遮咧交代，伫背后有真侪人咧扮演因的角色。我们真的每一个人付出我们可以做的。永福教会没有一个人是单单来这里享受人家的爱跟服务。永福教会在这里，愿意每一个人都在找一件工作，我可以做什么？因为我是一个有用的人。我可以做什么？因为我是一个被疼爱的人。我可以做什么？上帝啊，在你的国度里面，我们都有角色做。母亲养育我们，爱我们，希望儿女有一天也能够担负起他的责任，成为一个有责任感的人。愿上帝的国度临到伫永福教会，甲伫台湾的社会，靠主耶稣的名，阿门。咱开始用悲悯心来开始今日的敬拜。亲爱的大家平安。今仔日是母亲节的后礼拜，咱感谢妈妈的辛劳，咱孝念妈妈的疼痛。等一个礼拜中，华语堂、主日学、青少年拢要献诗。顶礼拜中这回无需要特别交代。今仔日青少年送母亲节礼物的时阵，一定爱双手有笑容、有礼貌来表示阮的敬意。这个时阵呢，咱嘛要在地有咱四位的妈妈讲母亲节快乐，咱要请起立来咱的妈妈请安，咱的妈妈来讲感谢。今天是母亲节联合礼拜，我们要再向在场的母亲们说谢谢，说妈妈母亲节快乐，请我们起立来向母亲请安，来向他们说感谢的话语。谢谢妈妈，你们辛苦了。三位马上抱一抱妈妈哈，让妈妈婆婆哎哈。我们跟认识或不认识的妈妈说母亲节快乐。当咱在咱身边的妈妈讲感谢话的时阵，爱会记得创造咱、听咱的源头、咱的上帝。当我们向身边的妈妈说感谢的话的时候，在赞美他们的时候，请记得母爱来自上帝，上帝展现如同慈母之爱，所以我们要来赞美爱我们的主。让我们一起来唱：你们要赞美耶和华。你们要赞美耶和华，在他的圣所赞美他。你们要赞美耶和华，在他的穹苍赞美他。要依着他的大能赞美他，要依着他的荣耀赞美他，要依着他的父爱赞美他，还有今世都要来赞美他。我们要赞美耶
华，来高声欢呼赞美他。我们要呼声弹琴赞美他，我们要击鼓跳舞赞美他，我们要自谦乐器赞美他，万有的气势都要赞美他。咱就爱俄罗耶和华，第一个心中俄罗伊。咱就爱俄罗耶和华，第一个心中俄罗伊。因为伊的作为俄罗伊，因为伊的眼光俄罗伊，因为伊的主爱俄罗伊，心中万民梦就来俄罗伊。爱俄罗耶和华，第一个选择俄罗伊。咱就爱俄罗耶和华，第一个选择俄罗伊。因为伊的爱恋俄罗伊，因为伊的眼光俄罗伊，因为伊的主爱俄罗伊，心中万民梦就来俄罗伊。俄罗伊，又因为伊的眼光俄罗伊，又因为伊的主爱俄罗伊，受造万民拢就来俄罗伊，受造万民拢就来俄罗伊。阿门，请坐。受造万民拢就来俄罗伊，今日圣经节。根据《路加福音》第1章47节安尼讲：我的心尊敬主最大，我的心因为救我的上帝来欢喜。《路加福音》第1章47节说：我心尊主为大，我灵以上帝我的救主为乐。这是圣经里面有名的尊主颂。耶稣的母亲玛利亚、撒母耳的母亲哈拿，都通过诗歌将荣耀归给神。因为上帝将借着母亲来成就他为世人所做的事情，让我们也通过诗歌将荣耀归给上帝，将荣耀归给神。我们一起来唱赞美耶和华。我赞美耶和华，我称颂耶和华，我高举双手宣扬。我赞美耶和华，我称颂耶和华，我诚心敬拜耶和华。万军之君，万王之王，我匍匐在你宝座下，昔在今在永在一生。唯有你配得尊贵荣耀。我赞美耶和华，我称颂耶和华，我高举双手宣扬。我赞美耶和华，我称颂耶和华，我诚心敬拜耶和华。我俄勒耶和华，我称颂耶和华，我歌舞向求传咏。我俄勒耶和华，我称颂耶和华，我诚心敬拜耶和华。万古内古，万王内王，我阿罗地利可则见。早在今在，夜晚内主，都都离他的真正他荣耀。我俄勒耶和华，我称颂耶和华，我歌舞向求传咏。我俄勒耶和华，我称颂耶和华，我诚心敬拜耶和华。
伊唱的2首诗歌，拢在学乐耶和华，伫圣所学乐伊，伫宫墙学乐伊，因为伊是听的源头，因为上帝是听。有一句话说：“当我看见母爱，我就看见了上帝伟大的作为。”在今天母亲节的联合礼拜，让我们称颂耶和华，赞美耶和华，让我们诚心敬拜耶和华。最后，我们要再唱一次华语，一次台语，来颂赞上帝百般美善的赏赐，来颂赞上帝百般美善的赏赐。赞美耶和华，我称颂耶和华，我高举双手宣扬。我赞美耶和华，我称颂耶和华，我诚心敬拜耶和华。万军之君，万王之王，我匍匐在你宝座下。记载，记载，永在一生，唯有你配得尊贵荣耀。我赞美耶和华，我称颂耶和华，我高举双手宣扬。我赞美耶和华，我称颂耶和华，我诚心敬拜耶和华。我乐耶和华，我乐耶和华，我称颂耶和华，我歌鼓向主传咏。我乐耶和华，我称颂耶和华，我诚心敬拜耶和华。万古美古，万王美王，我乐地你宝座前，在平在变化内中，都到你安定尊重他领了。我乐耶和华，我称颂耶和华，我歌鼓向主传咏。我乐耶和华，我称颂耶和华，我诚心敬拜耶和华。请咱即时起立。恁既然伫基督有三结连得到激励，既然对伊的疼有得到安慰，也恁伫圣神有交谊，也有经验上帝的慈悲甲怜悯，恁着相款的心智、相款的疼心、和谐的感情、一致的想法，通互咱的上帝充满欢喜。即时，咱来坐念信徒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信徒圣经，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囝，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彼拉多任内受苦，定是日过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复活，上天打坐伫全能的爸上帝的大屏，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圣共同的教会，圣徒的相通，罪赦免，肉体复活，永远的活命。阿门。即时
三甲来祈祷。亲爱的天父上帝，阮去组织伫你的殿里，而且搁一摆来领受天父上帝你要互阮的信息。今仔日是特别的日子，就是阮所纪念的母亲节。阮伫遮献上阮的感谢，献上对上帝你的恩典，施落伫阮每一个人的中间。你毋但施落伫互阮，也赏赐阮一个母亲，伊抚养阮，伊养育阮，照顾阮，扶持阮，看顾阮，互阮对细汉的时来长大，到伫阮无论是成人，也无论青少年，有缘拢对阮所敬听的老母领受济济的恩典。阮知这是天父上帝你所赏赐的，阮对天父上帝你献上感谢，也用阮的心对阮养育阮的老母来献上对阮老母的感谢。阮知伫天所纪念的老母真济，但是阮知，阮敬奉天父你，阮也着听阮的老母，敬听阮的士大人，就要得到上帝你的恩惠，互阮得到你大大的祝福。阮将阮所敬听的老母，虽然唠叨，虽然互阮厌烦，但是阮知伊的心志是对上帝你有领受迄个恩惠，互阮会当得到成长。伫唠叨的中间，阮得到激励；伫阮受礼骂的时，阮会当得到成长。阮献上阮对老母的敬畏，献上阮对老母的感谢，特别感谢天父上帝赏赐阮老母。阮也将下早的聚会伫即个节日，阮献上祈求你的圣神，到伫阮每一个人中间，甲阮三要做伙，照顾阮每一个老母，拢得到上帝你的祝福。安尼恳求感谢，靠耶稣的名，阿免。真济时来请主日学的幼稚班伫遮要来献诗，所要献的诗是上疼我的妈妈。亲爱的妈妈，妈妈，我爱你，不想长大离开你，好想说谢谢，谢谢，谢谢你，用爱灌溉我生命，有你爱的鼓励，我不害怕风雨，请原谅我不在身边，求主耶稣保护你。亲爱的妈妈，妈妈，我爱你，你永远如此美丽，请让我抱抱你，这些年来辛苦你。亲爱的妈妈，妈妈，我爱你，不想长大离开你。阮是上帝心肝宝贝囝，阮是
是上帝心肝宝贝囝，阮是上帝心肝宝贝囝，伊是这呢疼我，是这呢长，搁这呢深，是这呢悬，搁这呢宽。阮是上帝心肝宝贝囝，伊是这呢疼我。搁一条嘞哦。愿伫天里的马，愿你的名声。
你讲啥，阮拢听拢无。真多谢这幼稚班的学生吼，妈妈实在真伟大啦吼。这学生伫遮咧跳舞的时阵，伫遮伫咧唱歌，妈妈拢伫头前吼，一个一个教因同齐唱吼，所以妈妈是伟大。过来是主日学国小班的吼，国小班因要唱2条歌，一条是我要学乐。一条是妈妈，拢是妈妈的歌吼。这世界上吼，妈妈的歌足侪啦，老爸的歌拢无半条吼。老爸的歌有一条哦，做 Daddy Don't Walk So Fast， 讲爸爸你莫行较紧啊，我拢对袂着。咱父亲节的时阵，再来唱一条。母亲节，妈妈实在是较伟大哦。想说谢谢，谢谢，谢谢你，用爱灌溉我生命。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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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说谢谢，谢
祝妈妈母亲节快乐！嘛，大家妈妈身体拢健康，每日毋是干那母亲节快乐啦，每工拢快乐。咱即时来读今仔日的圣经，圣经伫路加第1章39节到55节，39节，路加第1章39节到55节。我用台语来读，华语的，咱小三对照吼，华语的请对照华语的部分，我用台语来读。路加福音第1章第39节，伫这日的中间，玛利亚起身，赶紧去山地，到犹太一个城，入撒加利亚的厝，请安伊丽莎白。伊丽莎白一个听见玛利亚请安，胎温伫腹内就着跳。伊丽莎白互圣神充满，就大声讲：众妇人的中间，你是得到福气的，你所怀孕的也得到福气。我的主的老母来就近我对倒落会得到安尼啦。因为你请安的声一个入我的耳孔，伫我的腹内的胎就欢喜着跳。神的妇人有福气啊！因为主甲伊讲的话要应验。第46节，玛利亚就讲：我的心尊敬主最大，我的神因为救我的主的上帝来欢喜。因为伊看顾女婢的卑微，对呾以后，万世代要讲我有福气。因为迄个关联的为着我做大代志，伊的名是圣，敬畏伊的人，伊怜悯因到代代。伊捌用伊的手出气力，心智骄傲的人赶散因。有关联的人，吐因的胃；卑微的人，以圣伊做权；夭饿的人，以用好物，互因食到饱；富的人，互因空空倒去。伊扶持伊的奴仆以色列，来纪念怜悯，照伊对咱的列祖所讲的话来施乐。互伯拉罕甲伊的后裔到永世代。以上，愿随着上帝祝福咱所读伊的话，即时来请华语堂因要来献诗，因要献的诗是每一天我需要你，每一天我需要你。
多谢黄一腾这诗班每天我需要你，每一天我需要你。咱来坐读今仔日的金句，今仔日金句也就是约翰1章46节到48节。今仔日的金句，约翰1書46节到48节。咱三个先用台语来读一下吼。来，玛利亚讲：我的心尊敬主最大，我的神因为救我的上帝来欢喜，因为伊看顾女婢的卑微，对他骄傲，万世代要讲我有福气，用华语。玛利亚说：我心尊主为大，我灵以上帝我的救主为乐，因他顾念他使你的卑微。从今以后，万代要做他的为有福。愿上帝祝福咱所读伊的话。这时来请圣歌队，带咱来学乐上帝，因为学乐的歌是使无人有福气。
这时牧师的讲道是玛利亚的上帝改变了世界的结果。请牧师。大家平安。各位弟兄姐妹们，大家平安。母亲节是上帝给咱真好的礼物。母亲节是上帝给我们很好的礼物。有人讲摇动摇篮迄双手会当摇动世界。有人说摇动摇篮的那双手可以摇动世界。这就是两个真水、真典型的故事。这里有2个非常典型的故事。有一个负责人，伊得到梅毒。有一个妇人，她得到梅毒，是对伊的先生予伊。是从她的先生传染给她的。伊嫁2个翁。她嫁2个丈夫。第一个是人的奴才。第一个是人家的奴隶。后来过身去。后来过世了。后来伊嫁予宫廷的一个音乐师。后来她嫁给宫廷的音乐师。后来迄个音乐师伫性生活真放纵。后来那个音乐师他在性生活方面非常的放纵，所以伊将伊的梅毒传予伊的负责人。所以他将他的梅毒就传染给他的妇人。这个负责人连连生7个囡仔。这个妇人她一连生了7个儿子。一个身躯拢有真严重的问题，有的死去。每一个身体都有非常严重的残疾，后来都死掉了。到第7个已经死5个去。到了第7个已经死了5个。留落的2个是一个痴迷，一个摆卡。留下的2个是一个眼睛看不见，一个是脚残障。即马伊第8个怀孕。现在怀孕第8个。即句佫梅毒。这时又梅毒。恁想，若是你会生即个第8个无？如果是你，你会生第8个小孩吗？所有人拢反对伊甲第8个生落来。所有人都反对他生第8个孩子。总是伊若无甲生落来，就无贝多芬这个人。如果他没有把他生下来，就没有贝多芬这个人。所以贝多芬是伫这款的家庭大汉。所以贝多芬是在这样的一个家庭里面成长的。这个妈妈生8个囡仔。这个妈妈生了8个孩子。贝多芬是第8个。贝多芬是第8个。所以后来伊的耳仔听力完全消失去。所以后来贝多芬耳朵的听力也消失了。妈妈用这款的别人无法度理解的听甲心情，甲这个囡仔抚养。贝多芬妈妈用别人无法理解的心情来抚养贝多芬。妈妈摇动摇篮的妈妈，真正是摇动世界迄双手。摇动了摇篮的妈妈，她真的摇动了这个世界的手。林肯是到即个为止，美国历史上伟大的一个总统。林肯是现在美国历史当中最伟大的总统。生伊的妈妈真早就过身去。生他的妈妈很早就过世了。总是这个妈妈对林肯做一个真大的贡献。但是这个妈妈对林肯做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贡献。林肯的家庭，伊的爸爸妈妈经济非常歹。林肯的家庭，他的爸爸妈妈经济非常的差。是伫农村大汉的囡仔。是在农村长大的孩子。这个妈妈直甲所有其他的人的看法无同款，伊就是要互伊的囝、伊的查某囝去读册。这个妈妈跟其他的妈妈不一样，她就是无论如何要让她的孩子去读书。所以鼓励伊林肯的姐姐无论如何爱去读册。鼓励林肯的姐姐无论如何一定要去读书。虽然侪人反对，但是伊个叫林肯无论如何你爱读册，培养读册的习惯。虽然他很多人反对，但是他排挤了所有的反对，无论如何要让他的孩子去念书。善车人读什么册？没有钱的人读什么书？总是这个妈妈直直坚持。但是这个妈妈她非常的坚持。所以直直培养林肯读册。所以一直的培养林肯不断的读书。有一日林肯带着一个问题回来问妈妈。有一天林肯带了一个问题回来问他的妈妈。我有听到有人咧讲，什么叫做偷放，什么叫做偷放，迄是什么意思？我有听到人家在说什么叫做释放。妈妈甲伊讲，亲像咱伫咱的社会有一寡黑人互白人欺负。妈妈就跟他讲说，例如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有很多的黑人被白人来欺负。黑人拢爱为着白人做工去，一世人拢无自由。黑人要为白人一辈子来做工作，没有自由。所以有一日，若有可能有人出来，会当甲这个黑人偷放，
互伊会当对无自由变做自由，这个叫做逃亡。如果有一天有人可以出来，让黑人能够不再为做奴隶，为白人做工作，这个就是释放。这个囡仔的妈妈真早就过身去，这个孩子的妈妈很早就过世了，伊的爸爸佫娶另外一个，他的爸爸又娶了另外一个太太。然后这个第二个咱讲继母叫做后母。这个后母来看到这个林肯遐爱读册，就直直买册互伊读，直直买册互伊读。这个后母后来看到林肯这么爱读书，就不断的买很多书给他念，然后直直鼓励林肯，鼓励林肯，然后定定甲林肯讨论伊读的册，听林肯咧想啥。常常和林肯讨论他读的书，了解林肯在想些什么。后来林肯直直讲，我有2位妈妈。后来林肯常常跟人家说，我有2个妈妈，一个启发我的生命品格。一个启发我的生命跟品格，另外一个妈妈，伊直直互我真自由，直直发展我家己。另外一个妈妈给我很多的自由，让我自己自由发展。后来，全美国的历史唯一发生一摆的战争，后来在美国的历史当中，唯一发生的一个战争，就是林肯发动的国内战争。就是林肯发动的国内战争。美国的历史唯一一摆的战争，就是林肯发动伫家己美国人拍美国人。美国唯一的历史当中，一个国内的战争，就是林肯自己发动的，国内自己人打自己人。南部的人主张爱饲黑人做奴才，南部的人主张要让黑人当奴隶。北边的美国人，伊已经受选着做总统，林肯受选做总统，但是南部的人拒绝接受伊做总统。北部的人因为林肯受选当为总统，所以他们支持他，但是南部的人不肯。所以林肯总统一摆搁一摆，甲因拜托，无论如何，逐个人爱，这个是上帝予咱每一个生命是平等的，唔通搁饲黑人。林肯不断的拜托他们，自由是上帝给我们大家的，所以我们不能够再养黑人当奴隶。但是到最后，这款的谈判拢失败。但是这样的谈判到最后都失败了。林肯发动伊心内上痛苦的就是战争。林肯发动了他心里最痛苦的就是战争。所以伊甲南部的美国打败。所以他把南部的美国打败了。美国搁一擺做真侪聯邦，真侪統一。所以美國再次成為聯邦統一了。到即個為止，美國也唔捌佇伊家己的國內發生戰爭，就是即擺。美國到現在沒有在國內發生任何其他的戰爭，唯一只有這一次。今仔日我用的題目叫做《瑪利亞的上帝改變世界的結構》。牧師今天的主題是瑪利亞的上帝改變了世界的結構。瑪利亞懷孕。瑪利亞懷孕。伊去見伊的一個表姐叫做伊麗莎白。他去見他的一個表姐叫做伊麗莎白。伊麗莎白比伊較大先懷孕6個月。伊麗莎白比她先懷孕6個月。後來咱知伊麗莎白懷孕叫做約翰。後來我們知道伊麗莎白懷孕的叫做約翰。所以約翰跟耶穌是表兄弟。所以約翰跟耶穌是表兄弟。伊麗莎白看到瑪利亞就對伊講。伊麗莎白看到瑪利亞就對她說：懷孕這個囡仔的人有福氣啊！懷孕這個孩子的人有福氣了。無拍算，伊麗莎白甲瑪利亞安尼俄羅肯定了後，瑪利亞的腹肚的嬰仔開始淡仔直咧震動。當伊麗莎白對瑪利亞這樣的一個讚美之後呢，瑪利亞她肚子裡面的孩子就開始震動了。少年的瑪利亞開始唱出今仔日咱講的俄羅的詩歌。年輕的瑪利亞就唱出了我們今天所說的尊主為大的一個詩歌。瑪利亞呢唱吟詩，俄羅上帝講：我心尊主最大。瑪利亞這樣吟詩唱說：我的心尊主為大。我的靈掠上帝，我的救主最快樂。我的靈以上帝我的救主為快樂。因為伊顧念卑微的女婢。因為他眷顧他卑微的婢女。對打了後，萬民要稱我做有福氣的人。從今以後，萬民將稱我為有福氣的人。因為你我當想象瑪利亞在咧吟這首詩歌背後的故事無？各位，你可以想象瑪利亞在吟唱這首詩歌的時候背後的故事嗎？這個瑪利亞差不多14歲。這時候瑪利亞約14歲。咱講在色女瑪利亞，就是只真少年的囡仔。到14歲的女子。我們說在聖女瑪利亞其實是非常非常年輕14歲的女子。差不多是14。差不多是14歲。所以在迄個狀況的下面，在那個狀況之下，咱過來看一段聖經。我們再來看另一段聖經。馬太第1章18節到20節，安尼描寫講。
马太福音第1章第18节到第20节这样描述说，耶稣基督诞生的过程是安尼。耶稣基督诞生的过程是这样子伊的的。老母玛利亚已经匹配予约瑟，他的母亲玛利亚已经跟约瑟订婚了，但是伫还未结婚以前，玛利亚知家己已经怀孕，但是在结婚之前，玛利亚知道自己已经怀孕了，是对圣神来怀孕。是从圣灵来怀孕的。伊的未婚夫约瑟做人真正地是一个好人，他的未婚夫是一个非常正直的人，是一个好人，无爱公开甲侮辱，不愿意公开的来侮辱他，所以拍算约瑟拍算点点啊，甲玛利亚离婚，所以打算要秘密的解除这样的一个婚约。但是无拍算大，伊咧想讲要甲伊未婚的某，根本我都无甲你蒙着，无甲你安怎，你竟然怀孕。当在考虑这件事的时候，我根本没有跟玛利亚同房，为什么她怀孕这件事情？所以拍算要点点啊，甲伊偷开去。打算要秘密的来解除这个婚约。圣神却甲伊讲，毋通，因为伊所怀孕是对圣神。圣灵对他说不可以，因为她的怀孕是从圣灵怀孕的。因为你无法当想象即款的背景无？各位，你没有办法想象这样的一个背一个差景。不多13、14岁的查某囡仔，一个大约13、14岁的女孩子，然后甲人敢若订婚啊定，跟别人订婚而已，腹肚就一日大。肚子就怀孕了，一天一伫迄天的个时长大。代的背景，即款的是众人啊摕石头甲钉死，在那个时代，这样的情况之下，众人是可以拿石头来把他砸死的。迄是规个庄头，逐个人会侮辱伊、笑伊、甲伊配烂。是这个乡镇里面的所有人都可以对他来唾弃的。玛利亚伫即款的下面，伊怀孕，玛利亚在这种情况之下，她怀孕了。腹肚内是咱讲的耶稣。肚子里面是我们所说的耶稣。玛利亚，哪敢若真伟大是吗？玛利亚是非常伟大，是吗？但是迄个背景，你知影，伊是冒着性命的危险。但是在那个背景之下，她是冒着生命的危险。这个叫做妈妈，这个叫妈妈，这个叫做妈妈的疼，总是妈妈的恐慌。这个叫妈妈的爱，但是也是妈妈的惶恐。伫迄款的背景的下面，玛利亚伫咧懊恼上帝讲：“我是一个有福气的人，上帝啊，你奇妙的手。”在那个情况之下，玛利亚她仍然吟唱说：“我是一个有福气的人，来尊主为大。”因为你有法度通伫做母亲的这个角色内面，原来拄着足多的困境、足多的无奈，然后你也有法度像亲像玛利亚，伫迄个流目屎中间，也阁会当懊恼上帝嘛。各位母亲，你在各种的困苦的情境当中，你仍然可以一样像玛利亚这样子来赞美上帝吗？伊阁继续安尼懊恼讲：他继续这样赞美说：“上帝啊，你伸出你大权能的手骨。”上帝啊，你伸出你大全能的手臂，拍碎骄傲的人一切计谋，打碎骄傲的人一切的计谋，把强大的君王对宝座扯落去，把强大的君王从他的宝座上推下去，扶起卑微的人，扶起卑微的人，互夭饿的人食好物，让饥饿的人吃美好的食物，互饱足的人空手转去。让饱足的人空手回去。因为玛利亚开始伊的诗歌，毋但冒着性命的危险，伫咧欢喜承担人生一切苦难，要迎接即个无结婚、未婚怀孕的囡仔耶稣，伊欢喜承担遐苦难。玛利亚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她冒着生命的危险，但是她心里仍然赞美上帝，准备迎接这样的一个苦难。伊搁咧想象上帝互伊即个囡仔未来，伊要做一个足要紧的工。他又在想象上帝给他这样一个孩子，未来他所要承担非常重要的工作。因为因的民族依然受罗马帝国控制，因为他们的民族仍然受到罗马帝国的一个控制。大家人拢活伫真痛苦的下面。大家都活在非常痛苦的当伊家中。己的社群的内面嘛是贫富不均，自己的社群里面也一样贫富不均。所以咧期待即个婴仔将来伫上帝国要做甚物。所以他在期待这个孩子未来在上帝国里面要做些什么。
你有法度通常常期待你的囡仔未来会当做什么伟大的代志吗？各位，你有没有期待你的孩子未来能够做什么伟大的事情？玛利亚伫这款的下面，伊伫咧期待伊的囡仔的未来。玛利亚在这种情况之下，她在期待她孩子的未来。圣神充满伊，圣灵充满她，互伊会当超越家己生命的危机。可以让她超越自己生命的危机。圣神充满伊，互伊会当伫咧期待看见囡仔未来大汉了后伟大的事工。圣灵充满她，让她能够期待看见未来孩子以后伟大的事工。上帝要通过这个囡仔掐倒所有骄傲的人。上帝要通过这个孩子，能够来驱除所有骄傲的人。上帝要通过这个囡仔，互遐有权柄的人伫咧压制别人的人，对宝座受落去、掐落去。这个孩子以后要让那些强大的君王从宝座上面下来。互遐艰苦人会当受到高举，甲上体验上帝真正让那些疼因。在辛苦当中的人能够受到上帝的高举。英语有一句话真水，讲叫做 upside down。英文有一句话非常好的，叫做翻覆颠倒。讲顶面的甲下面的怎倒并，上面跟下面的翻转过来，颠倒过来。下面的怎受高举起来到伫顶面。下面的人反而高举在上面。因为玛利亚伫咧想象伊的囡仔以后有责任甲保护到大汉。所以玛利亚她在想象未来她的孩子，她有责任把他保护到长大。因为上帝通过这个囡仔，要互整个世界的结果得到完全的翻转。因为上帝要让玛利亚透过这个孩子来改变这个世界，来翻转这个世界。这是真侪天主教会常常有的图片。这是天主教教会常常有的很多的一个图片。因为天主教会认为玛利亚是耶稣的老母。天主教教会认为玛利亚是耶稣的母亲。耶稣若是咱心内三位一体的上帝，那安尼玛利亚的伟大在伫伊通过伊生了耶稣上帝的囝。玛利亚她是耶稣的母亲，是三位一体的上帝的母亲，所以她的位格是在上帝一样。所以真侪天主教会甲玛利亚伫教堂内面，玛利亚拢是金仔做。所以在天主教的教堂里面，很多玛利亚的像都是用金子做的。然后迄个金的玛利亚抱着金的耶稣。金的玛利亚抱着金的耶稣。我毋知你看到这，你心内有啥物想法？不晓得当你看到这样的图像的时候，你心里有什么样的想法？我第一摆看到这真近距离的近距离咧看，是伫加拿大的Montreal。牧师第一次非常近距离的看到这个图像，是在加拿大的一个Montreal。真大景、真东方的礼拜堂，天主教会伫头前就是一个金的、完全金的玛利亚。非常堂皇的一个教会，在最前面里面就有一个金的玛利亚抱着金所做的一个耶稣。但是你安尼看的是，你搁看迄个互人钉伫十字架顶的耶稣。你在看最右边的那个被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耶稣是只有互人烫甲光光光。耶稣几乎是被脱光光钉在十字架上。毋知你有法度想象这款的图片到底对还毋对？你可以想象这样的一个图片到底是对还是不对？这对咱的信仰，毋知你有啥物款？你感觉足顺眼的，还是你感觉怪怪？这对我们的信仰来说，你会觉得非常的顺眼，还是有些奇怪的地方？这个搁一摆，玛利亚的俄罗的诗歌讲，上帝伸出大权能的手骨。在这里，玛利亚她的诗歌再次讲说，上帝伸出他全能的手背。拍碎骄傲的人一切计谋，打碎一些骄傲人的计谋，把强大的君王对宝座落落去，把强大的君王从他的宝座上面推下去，高举卑微的，高举卑微的人，互枵餓的人食甲饱饱轉去，使饥餓的人吃得饱饱的回去，互富足的人空手轉叫去。富足的人空手回去。上帝來是要掐倒這個。上帝来是要翻转
这些事情，是要伫苦难的人的中间做一寡水的代志。在苦难的当中做一些美好的事情。但是才有教会甲玛利亚装饰甲金达达，但是这里有教会把玛利亚她装饰得非常的金碧辉煌，金的皇冠、金的衣袍，金的皇冠、金的衣袍。这款的背叛圣经原来的形象，这背叛了圣经原来的一个形象。这款的装饰背叛原来的玛利亚，这样的一个装饰背叛了原来的一个玛利这亚。款的信仰背叛原本圣经内面的信仰。这样的一个信仰背叛了原本圣经里面的一个信仰。所以，就要安怎样来到上帝殿，应该就要把这个金圣城的规个拢甲脱掉。所以来到上帝的面前，应该把这些所有的金的装饰，把它全部拿掉。应该爱搁互玛利亚穿因当时咧穿真普通的衫。应该要让玛利亚穿他们当时最普遍的一个衣服。因为玛利亚嫁互约瑟是瘦赤赤。因为玛利亚嫁给约瑟，他们是贫穷的。瘦到要献耶稣的时，无钱，就爱去买婚轿。贫穷到他们要献祭的时候，只能够去买鸽子。迄个是上送香的人献的物。那是最贫穷的人所献的祭物。耶稣甲玛利亚是生活伫送香的人的中间，伫咧耶稣做代志。跟玛利亚，他们是在生活在贫穷的人当中，他们在做事情。所以，认为咱的信仰敢若会当羡慕遐足水的形象吗？各位，我们的信仰是要羡慕那些非常美的一个形象吗？还是咱上互上帝高举的人，咱定定目睭爱去看咱身边遐苦难的人？还是我们被高举的人，我们常常要看见我们周遭那些生活在苦难当中的人？教会毋是吸引所有人来伫咧看到上帝的荣光、玛利亚的荣光，毋是安尼。教会不是吸引人来看上帝的荣光、玛利亚的荣光，不是这个样子。耶稣讲：若要跟对我，就背你的十字架。耶稣说：“要跟随我的人，就当背起你的十字架。”所以玛利亚的诗歌、俄罗的诗歌安尼讲。所以玛利亚她赞美的诗歌这样子说：上帝公义的手，上帝伸出伊公义的手啦。上帝伸出他公义的手了，互世间这些骄傲的人拢受赶除，让世上骄傲的人都被赶除，歹的人最歹的人受消灭，做坏的人被着灭了。迄个世界的结构开始产生改变。世界的结构开始产生改变。因为玛利亚腹肚内婴仔开始准备伫咧震动，要摇动这世界。玛利亚肚子里面的孩子开始要准备动摇这个世界。玛利亚扮演一个真要紧的角色。玛利亚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这个婴仔未来扮演一个真要紧的角色。这个新生儿扮演一个未来非常一个重要的一个角色。今仔日世界变做自由民主，就是对这个囡仔来开始。今天这个世界充满了自由民主，就是从这个孩子开始。咱来感谢主的恩典。我们要感谢主的恩典。玛利亚伫这个俄罗上帝诗歌的内面，玛利亚在这个赞美上帝的一个诗歌里面，大部人做主的一个社会，负责人是附带的一个社会受拍破了。在这样一个社会里面，男尊女卑的这样一个传统被打破了。过去是男女无平等，即摆是女男拢平等。过去是男女不平等，现在是女男平等。这个社会开始伫咧追求一个无论你好歹善，每一个人是平等。这个社会大家已经开始在追求，不论你是贫贱富贵，大家都是平等的。每一个人伫上帝面前享受这个上帝国是自由平等。人人在上帝国享受这个上帝国是自由平等的。只有伫这款的自由平等的国度的内面，咱真正才会当成做一个有福气的人。在这样一个自由平等的一个国度里面，我们才能够成为有福气的人。约瑟，可惜约瑟伫遮拢无啥物角色。可惜约瑟在这里没有什么样的角色。才咧看见女性实在是伫即个社会进步的中间，女性妈妈扮演一个你无法度通排除伟大的角色伫遮。我们看到妈妈在这样一个进步的一个社会当中，你看到她没有办法被排除的一个伟大的一个角色。毋知你有听到拄则闽会长老伫咧甲我通常拢共款的即个无奈。刚才你有没有听到那个就是敏慧长老跟牧师常常有一种无奈，我也很无奈，教歌找不到爸爸的歌。母亲节的时歌太多唱袂了。母亲的时候歌太多唱不完。
父亲节的时真正找无父亲节的歌。父亲节的时候找不到歌，因为7月又到了，我要教主日的学歌，我都找不到歌，牧师做一首吧。恁若今仔日要订餐厅，可能拢无机会啦，因为今仔日是母亲节，太伟大。今天如果要订餐厅，大概已经没有位置，因为今天是母亲节，母亲实在是太伟大了。但是恁若到8月要订餐厅，可能你6点7点，你随时去订餐厅，拢也阁有真侪空位。爸节的时候，到处都有空位。不过，当即款的形象伫咧进行的时，你有法当想象玛利亚迄个心内的痛啊无？这种形象在进行的时候，你有想到玛利亚心中的那个痛吗？这个囡仔未来大汉要扮演遐大的一个角色。这个孩子长大以后要扮演那么重要的一个角色。伊要安怎去陪伴、去照顾、去保护？他要怎样去陪伴、照顾这个孩子？背后迄个十字架已经拢缀伫遐。背后的那个十字架已经都跟随着他。玛利亚做耶稣的老母，虽然是真荣耀有福气，但是玛利亚爱冒着性命的危险。玛利亚当耶稣的母亲非常的荣耀，但是她背后要冒着生命的危险。因为耶稣讲，伫我的国度内面，伫上帝国内面，每一个人拢有你真沉重的十字架，唔知有伫你的身上咧背无？耶稣说，每一个人在神的面前都有自己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十字架，不晓得你有在背吗？就欢欢喜喜，流着目屎，勇敢凭着信心，甲背落去。要高高兴兴、欢欢喜喜，流着眼泪，背着你的十字架。因为你唔知影，你明仔日上帝通过你的囝要安怎改变这个社会。因为你不知道明天上帝要透过你的孩子如何来改变这个世界。才有一个诺贝尔文学的得主，伊写一个真水的诗，安尼讲。这里有一个诺贝尔的文学得主，他写了一首诗，这样子说。William Golding 伊讲，富人人比查甫人加优秀足济。女人比男人优秀非常非常非常多。无论你互一个富人人什么，伊拢会当互你更较多的回报。无论你给一个女人什么很少的东西，她都会给你更多的回报。查甫人你敢若互富人人一个精子，男人你给女人一个精子，伊会当互你一个囡仔。他给你一个孩子。你互伊一间厝，你给他一个房子，伊会当互你一个温暖的家庭。他给你一个温暖的家庭。你互伊一寡菜，你给他一些菜，伊会当甲你办甲规道拢好食的面。他可以给你做一个丰盛的午餐。你若逐日转去拢定定对太太笑咧笑咧。你常常回去给他一个微笑，然后太太会规个心拢互你。然后他整颗心都给了你。唔知是毋是安尼？不知道是不是这样？现场的负责人，咱讲是毋是安尼？是吗？大声一点，是不是？我想咱这做查甫，咱就较拍拼咧，好毋好？逐项拢互伊，好毋好？咱敢若互伊一点仔材料就好。咱敢若互伊一点仔材料，伊就互你一个囝，然后伊会当互你一个家庭，伊会当互你安尼食饱困烧。不太公平欸。咱就敢若好好啊对因笑，甲因学乐就好，因就做到要死。每天要好好的赞美你的太太，不要作死。OK， 妈妈真伟大，但是妈妈拢无完全。妈妈非常的伟大，但是妈妈并不完美。这个不完全的妈妈，真正真疼咱。这个不完全的妈妈，但是非常的爱我们。这世间上疼咱的，就是你的妈妈。这个世上最疼爱我们的，就是我们的妈妈。这个世间上困扰你的，嘛有可能是妈妈的疼。这个世间最困扰你的，也可能是妈妈的爱。因为你无可能，干那要伫一项，然后你要排除一项，无法度。各位，你不可能只有要一项而排除其他的项目。因为我嘛无法度排除，我要伫太太的一部分，然后伊无爱，我要甲排除掉，无法度。这拢连体验，好歹拢伫遐，我拢爱接受。夫妻没有办法，只有领受他的好，而不领受他的不好。所以，这就是上帝予咱的妈妈。这就是上帝给我们的妈妈。有当时啊，妈妈会听真啰嗦。有时候妈妈的爱非常的啰嗦。但是你理解啰嗦的背后，为妈妈的关心甲疼。但是你理解这个啰嗦背后有妈妈关心以及她的爱。妈妈真歹。妈妈很凶。歹到伊家己流目屎。凶到她自己会流眼泪。
但是伫迄个中间，你体会妈妈真正足疼你，无人比你妈妈更加疼你。但是在那当中，你去体会妈妈是非常的爱你，没有人比她更爱你。来，尾啊，遮咱斗阵来，每一个人拢出声，好不好？妈妈，谢谢你，预备来。妈妈，谢谢你，我爱你。天父上帝大大赐福于你，平安、健康、幸福、美满。OK， 妈妈节快乐！妈妈节快乐！来，搁一摆。给妈妈拍一个抱下来，我们再次给妈妈掌声。啊，唔通袂记妈妈的源头是啥？不要忘记妈妈的源头是。来，咱给上帝拍一个抱下来，好不好？上帝，我们给上帝一个掌声。三角来祈祷。我们一起来祷告。上帝啊，阮感谢你。上帝，我们感谢你。互阮每一个人有妈妈。让我们每一个人有妈妈。妈妈虽然无完全，妈妈虽然不完全，但是充满上帝的疼。但是她充满了上帝的爱。上帝啊，阮嘛恳求你，想使阮有一个玛利亚的心。上帝啊，我们恳求你，也赐给我们一个玛利亚的心。对囡仔有期待，对孩子有期待，对囡仔有相信，对孩子有相信，对囡仔就是保护甲鼓励，对孩子就是保护与鼓励。对囡仔，阮爱传承的一个真要紧，就是将上帝信仰传达给因。对孩子，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传承，就是将上帝的信仰传给他们。愿阮的每一个囝一世人牵条上帝。愿我们每一个的孩子一辈子都能够追随上帝。最后看见上帝伫这囡仔的性命，真做成伟大奥妙的工。最后看见上帝在这些孩子上面的身体上面做成伟大的工作。我来祈祷感谢。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都是奉主耶稣的名。阿门。阿门。这时，咱请青少年团契，因为献诗，因的歌名叫做《爱中相遇》。唯有
多谢青少年团契因的诗歌，伫爱中三甲相拄。即时咱来吟圣诗507首，圣诗507首。耶稣双手慈悲，行好帮助人，赐福所有细囝，医治咱的苦痛，洗清野仙双脚，救跋倒的人。耶稣双手慈悲，行好帮助人，请咱起立来吟全首。请坐，即时咱三个来奉献。即时来请牧师介绍甲报告。今仔日是母亲节，我想已经拍一摆步啊，毋免搁拍啦吼。好好啊，扮演妈妈的角色真的不容易吼。伫阮查甫人较实际的是，请妈妈较谅解咧吼。恁因为遐尼伟大，所以爱包容阮这个查甫人的。OK， 后礼拜咱有一个特别的聚会，由音乐家对纽约倒转来音乐家，伫咱即个遮用音乐演奏见证做礼拜的中心，然后搁请李信仁牧师来三甲配合。后礼拜阮望即个岛啊。圣餐岛甲山边啊，甲即个观音道甲起来
伫中远的所在。咱后礼拜要伫咱的中间用音乐见证俄罗上帝许宏毅老师来这两天拄江依林依林姐真欢喜。个边仔这个恁的团队真多谢到阵 OK。真欢迎，为着后礼拜的礼拜会当较顺时，因今仔日专工来看咱的教会，了解咱。洪毅老师原来最近要伫台中国际演奏完了好 OK。拄啊伫台中的国际音乐厅才演奏了，所以接续要伫咱遮。因为这拢是咱教会60周年的连续的庆祝。的一部分真正咱的教会，你有感觉最近咱的教会音乐性有较好一寡无？有呀，咱原来甲这小会员拍一个步咧，互咱的小会直直甲咱的教会带底较有活力遐去较有活力咱直直要突破传统，伫传统的内面会当拄着上帝。但若干传统也无够，上帝常伫迄个传统的外面伫也无够咱看见，所以后礼拜咱期待也阁有几个我伫彰师大的学生，OK进院来OK 进院来请刘进院嗨。起立一下，让大家看一下，欢迎你今年拢有来帮忙咱的客服班的甲迄个长辈，咱遮的长辈伊逐礼拜拢来斗陪咱的长辈感谢。也阁另外一位俊杰，邱俊杰，俊杰你伫倒位 ？OK， 伫后壁俊杰 ，OK。我已经甲学校讲，我教册伫彰师大教10几年，教到即个期，这是我最后一批的学生啦。我已经慢慢准备我退休啊，所以一寡工课伫咧试啦。所以我已经甲学校讲，下期开始我都无搁教啦来，迄个女牧师夫妇。伫澳洲倒转来，这已经老朋友啊嘛李牧师，来李牧师夫妇伫澳洲倒转来，咱中华人吗？是无？是哇，愿上帝赐福伫澳洲，所以大家若要去澳洲佚佗的，爱甲吕牧师拍一个电话OK 咱这个时请所有的妈妈，各种形态的妈妈，请你起立咱来唱祝母亲节快乐，祝母亲节快乐这个青年要代表教会送你一份礼物。祝母亲节快乐，祝母亲节快乐！摕到红包的，请你就坐落去摕到红包你就坐落去这个青年都爱用这种礼貌的态度，然后青年代表教会要甲你讲，谢谢你妈妈，多谢谢谢妈妈。祝母亲节快乐！祝母亲节快乐，祝母亲节快乐，祝母亲节快乐，祝母亲节快面顶面节快乐，祝母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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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节快乐。祝母亲节快乐，祝母亲节快乐，祝母亲节快乐，祝母
母亲节快乐，祝母亲节快乐，祝母亲节快乐，祝母亲节快，这边加个哦，亲节快乐，祝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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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亲节快乐。呀，上帝赐福。等下礼拜三祝到了，咱会随时搁做一个食饭的祈祷，所以祝到了，食饭的祈祷了，咱就伫6楼到8楼，咱6楼到8楼，今仔日有一个母亲节的大餐，欢迎所有的人都留下来，我们一起享用母亲节的大餐吼。咱要伫6楼。8楼这个才有一寡分配，互咱袂塌掉咧吼。请大家等一下在享用餐宴的时候，一个原则：第一次，请你不要把它装满。第一摆时会当5、6项摕咧，你就先去坐咧食，互所有人拢伫真短的时间就紧摕着物件当食。了了，你再搁转来第2轮、第3轮，安尼好唔好？吼。每一个拢是2排进行。至于2排是要安尼来、安尼去，还是要2排安尼，拢听面顶的迄个长职的分配。所以会记哦，第一摆要摕甲满，还是摕5、6项都好，摕5、6项都好，然后紧转去食啦吼。所以咱尽量互逐个人莫伫遐挡伤久。因为若有人伫遐挡伤久，有个人等到20分钟也无法当摕到物食，因2个翁仔某就带咧，囝就甲妈妈带去隔壁普吉岛去食吼。对，若去普吉岛的时候，你拢甲报永福教会，伊会甲你打折哦嘿。若去普吉岛，你报永福教会，伊会甲你打折。咱细仔声讲就好。5月16到26。牧师有参加迄个去日内瓦去意大利，为着台湾爱加入世界卫生大会。台湾的医疗是世界好，台湾的医疗品质，台湾的这个健保系统，我们是全世界最好的国家。咱希望世界卫生组织会当接受台湾，成做正式的会员，然后咱会当甲。这整个医疗制度，咱现在当遮尔俗，搁遮尔好，这个经验know how，咱要分享给世界。希望大家人三体祈祷。咱这边外交部甲卫生署，最后蔡英文总统最后伊也有徛出来啦。咱希望民间徛伫政府的头前。最后要互咱行行顺顺，伫遮拢会当有搁较好、较安全的所在，当徛起台湾美丽岛。教会才有真侪的训练，请咱家己看各团体的活动，请咱家己看。教会有真侪事工需要带导甲参与，让人人有事做，事事有人做。希望咱逐个人伫遮26有中级的训练，请中级逐个人尽量烧少，然后去参加进修，请咱来记得这项事吼。伫中华教会 ，OK， 咱下面今仔日我有搁交代讲，搁有40袋的芭乐，一袋遐大袋才100块。真脆真好食，顶礼拜有买的人反应拢真好，敢若40袋。原因咱是安怎要斗卖这？因为有咱客服班的妈妈最近失业，伊的经济有需要，伊无法度通有收入，所以咱礼拜日逐个人来礼拜三斗款一寡，周间这个少年团契当使若来，搁款一寡，安尼互伊逐礼拜会当带伊。真辛苦的囡仔，伊的家庭会当顺遂吼。我想今仔日我就简单报告到遮。希望每一个团契
做好你牧养的工作。每一个团契的会长跟你的同工，你拢是迄个团契，一个就是一个家，就是一个小家。啊，咱今仔日除了圣歌队主日了，主日了，咱换来甲主日了拍一个扑克的啦，好无？哦，多谢这主日的老师，多谢咱的青少年，好唔好？这青年，谢谢你们。圣歌队感谢上帝，多谢恁哈。OK 哦，好，愿上帝祝福。这次来念圣诗619首。圣诗619首，咱向前行伫上帝的光，请咱起立来念全首。领受上帝对天的祝福，愿上帝加添气力、坚韧的心，加添宽阔的心灵，加添疼，或者个辛苦的妈妈，因为对妈妈的目屎甲疼痛，真正会当培养出真无共款的下一代。这个无共款的下一代会当伫未来的社会各层次、各方面真侪水的影响力。愿上帝互阮遮个做男性的会当好好甲女性相甲配合。阮相信，因为阮听。愿上帝施阮祝福，互所有的男女伫你的面前，真正会当同心合意起造家庭，互家庭有温暖。互家庭会当真做一个培养生命的所在，互家庭甲上帝真正伫遐结连，真做圣洁、水会相拄的所在。但愿三位一体上帝感纳我的敬拜，三位一体上帝引带台湾头前的路站，三位一体上帝引带互我的生命真正会当发光荣耀上帝的人，对即时到永世代不尽。阿门。咱议员徛地，佮为着咱等下食饭来祈祷。感谢上帝用你的话来养饲阮，感谢上帝用你的光来带阮，感谢上帝，互侪侪人伫暗中服侍，互阮每一个人会当经验别人的服侍，互阮得到水的经历，伫教会内面看见上帝真正疼阮。伫遮有安全感，伫遮有愿望，伫遮有人甲人的亲，甲上帝的相拄。感谢上帝，互阮等下会当伫6楼甲8楼用食饭来参与圣爱餐、圣的爱餐的喜乐。伫遐3交杯，嘛互阮的腹肚得到饱足。阮安尼感谢祈祷，靠主耶稣的名，阿免。好，请坐。
就会伫安静的中间，欢欢喜喜，带着你的妈妈，带着你年老的长辈，慢慢去6楼，慢慢去8楼，伫食饭的中间，甲熟悉的、甲无熟悉的，伫遐交陪。上帝施恩赐福予你。